最后的一个防线这样子。因为他刚好是你觉得最欠缺的一个工作，所以你当初是非常怎么跟球员讲说他FA的时候你需要一定要他这样。因为其实他一开始我们知道说他已经丢 FA 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跟球员讲说他是我们需要的一个左投，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近几年来中职红柳队的左投非常少，而且是后面的牛棚左投。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几年他的一个出赛稳定度其实是蛮高的。那所以说我们跟球员说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基本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后援的一个左投，那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可以网罗他。对，那当他第一时间他丢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行动。所以说我们觉得球团这边也会非常努力去把他签下来这样子。说确定签约的时候，仲文的心情怎么样？确定签约心情我又丢一个选手了。对啊，就是那时候其实，当然我们在确立签约的时候，我们当然是非常高兴，但是就是其实也会知道说富邦他们就多选了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选手，当然出去的瑞成也是我们极力栽培，因为他去年也打不错，当然这个都会痛了比如说你必须你想要得到一个选手的时候，这就是中职的一个规定嘛。当然我们也觉得说，也希望说王晨他在未来他也可以展现出他的一个实力来。从接触 FA 到洽谈然后到最后确定这个心路历程，就是有变化很大。其实温暖的。对啊，因为你是担心一开始其实要行使就一定就是要承担风险，但是联盟的就是规定有稍微改了，可是我觉得不会动摇到我要行使 FA。对啊，那敢做敢当吧我行使了那就是去承担，所以到后来其实就是有这么好的结果，让自己会觉得那过程都不用再去多做，就是多做联想就是至少结果是完美的。那我接下来就是怎么样帮助接下来的球队，对拿下每一场胜利，我觉得这才是我接下来要做的功课。对到签约之前，你考虑了多久？其实到签约之前没有考虑很久因为乐天桃园真的就是应该是说因为我们是经纪公司在谈，经纪公司也是有跟我稍微叙述一下中间的过程，他们也就是直接就是也蛮大方的，然后也就是怎么讲，不会到说他们是来试探的，就是他们也很就是会怎么讲，就真的很有拿出最大的诚意了那这时候我也没有要拒绝的理由了，对所以就会觉得人家都有这么大的诚意，然后毕竟他们也觉得左手真的是稀有的他们看得到我这一块玉，那我会觉得真的很高兴，然后也很就是也很感谢联盟就是有 FA 有自由球员这种东西行使，让我们这一块玉可以被人发现。因为就是从行使到加入乐天，其实不到3个礼拜嘛，那自己有很意外说这么快就可以就是尘埃落定这样吗？其实不会意外，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嘛乐天真的就是送上最大的诚意了，那我也没有多就是其他的思考，人家诚意都已经送上来了，那我们就是去接受，因为其实 FA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FA 会卡在含原球队只能签回两个球员，那如果我这时候不去做动作的话，那如果我处在被动状态，我有可能会变成没有工作，或者是我明天没有球打。对，那变成我在被动状态下，我一定要主动去做这些动作。对如果我再继续被动，那真的就是我没有办法再等下去这样。